所以我们好好的念。假如你说一点动物也没有，现在很多人就这样想，我们从西方教的世界全靠阿弥陀佛慈悲接引，可以代业往生，冥冥中是念就可以去了，代业往生去了。所以现在不妨做点坏事，造业不要紧了，大家不吃吃也不要紧了，大家鱼吃吃也不要紧了，那坏你造业受报，你受不了。代业往生在现在造出去也不能造，但是在我们过去所造的业是真就一直消不了，消不完，带着造完力去了。现在在造业不得了，现在不能往生才下地狱，因为你民主不犯，民主不犯你罪的很大。现在我们很多出家人、在家人出家之后还不上去，民主不犯罪加一等，有的人也是乱搞男女关系，这更不得了啊！所以我劝大家要严谨守戒，不能放松，不能够少生贪心，不能为谈自己口福，要吃荤，不能搞男女关系，这千万就是要是可以代业往生，代不了，代业往生你代我们过去所造的业，现在消了也消不完，希望我们自己让成功。这个我们里面是种子啊，就是不是造业种子啊，在我们第80，这第80像现在电脑软件一样，里面信息超千千万万就是造，一下子消不光，要到实际菩萨一手种子才能放进，这就叫做金刚道后一手空，金刚道就是实际菩萨，就到那个时候才消光，你消不光，我希望这个时间再来对吧？希望这个在成功啊，在跟活菩萨学习，就可以消光。现在千千万万，后来再搞搞男女关系，最坏再坏没有，生了痛病，家人像金刚地狱不得了。我提醒大家，要是可以代业往生来造业去，不得了，当然不能往生。这个戒律不是哪一种叫严持，虽然净土中也严持戒律，密宗、禅宗都要严持戒律。你看密宗为什么分几种教啊？红教、黄教啊，就是大菩萨看红教这个启发人呢，不守戒律乱七八糟，应无当气，所以宗大法师是真理教诲，严持戒律，叫大家守戒。像黄衣不穿红衣，让你分别开来，把你那些法都不要啊。所以黄教是最严谨严持戒律。我们净土中更要提醒，像弘一大师啊，这个是非常严谨。所以就是推上去要大战，他也不跑，一步一步安安全全的走，要信威仪，不能苟且。所以我出家人最重要的是威仪，深信威仪最重要啊，不能乱七八糟的啊。所以今天家里因缘给大家提醒一下，要大家好好用功，严持戒律，三心自证念佛，将来一定能往生西方，得到我们真正大